现啊，有一个风台来形成咯，这个叫做洋流。有真侪国家的预测，讲拢这个风台哦，会为咱台湾的方向咧前进，嘛无排除会登陆台湾。气象署讲，上紧后礼拜三，台湾就会受到风台的影响，开始落雨。日头真美，民众也好山查日头，就惊晒甲乌麻麻。不过要把握刷落来几天的好天气，因为今仔日暗有一粒风台洋流架起来，上紧后礼拜三对影响台湾。大概在下礼拜2、礼拜3会比较接近，那也许礼拜4慢慢的可能就会通过台湾。礼拜3、礼拜4这段时间，它会对我们是有降雨的影响的。来看各国预估落线，今仔日透早，日本气象厅将落线收回偏北，其中13号预估的高潮范围就包含台湾。欧洲模式是集中伫咧台湾南部和巴士海峡之间，不过大方向拢是加惠台湾的，可能会登陆台湾。气象未总专家台湾风台论坛分析，因为太平洋高气压势力强，未来会加向西边延伸到中国华东沿海，结果初影响会挡一段时间，洋流甲落线变化较少，不过接近台湾的时偏北偏南，伊的发展嘛受无共款的影响。如果台风比较往北走的话，它就会进入到比较强的垂直风切的环境，那它的发展呢就会受到抑制。那如果台风稍微往南偏一点，大概在北纬20度左右，也就是台湾东南东方这一带往西走的话，就会有利它持续增强，那至少可以到中度台风这样子。另外，洋流算是中小型春季的风台，专家讲爱等到风台划过来才会感受到风雨。不过，近23号风台加上西南气流影响，台湾搁伫咧整理工园，尤其南部民众拢爱特别注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